問題就係而家變壞嗰個唔係日本啊，係中國啊嘛。我哋見到中國其實咧從來都壞㗎啦，由49年開始已經壞㗎啦。不過問題就係咧，而家因為以前窮，冇能力去欺負人哋，而家咧覺得自己有錢咗啦，周圍去欺負人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日本即係相對而家呢個政策咧，其實係保護佢嘅唯一方法嚟嘅。點解咧？喂，你喐下就喊打喊殺，日日都話要用軍隊係咪去制服邊個，去降服邊個，畫九段線，將呢條線畫到人哋屋企門口，實際上就係公然踐踏呢個國際法。如果俾你真係繼續作我落去嘅，仲得了嘅，係嘛？嗱，所以咧，我反而覺得咧，其實佢應該咧係要壓制中共咧，先至係對呢個世界和平係有幫助嘅。點解咧？你要俾中共知道發動戰爭嗰個後果好嚴重，因為人哋有能力反擊你，人哋唔係坐喺度任你打嘅。嗱，呢個我反而覺得好重要嘅信息。